巴黎高级时装周10月2日落下帷幕。今年时装周期间，年轻的瑞典籍华裔设计师路易斯辛吸引了舆论的高度瞩目。这位年轻的女设计师不仅关注环境气候议题，选择回收的材料设计时装，而且还公开呼吁关注维吾尔人的人权。这对一位来自中国的华人来说，需要足够的勇气。为此，她受到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关注。巴黎瑞典学院10月2日组织了时装与环境人权的演讲会，会议的主持人是瑞典高级时装设计师路易斯辛。登台演讲的包括牵头组织抵制所谓新疆制造企业的法国欧洲议会议员、标签上的道德组织的发言人和欧洲维吾尔协会主席迪利诺尔。当法广记者问路易斯辛为维吾尔人发声已经有1年多时间，是否有具体的效果时，路易斯辛回答说效果非常大，自己过去一点也不了解维吾尔人的处境和所受的迫害，后来根据媒体上的报道和在与身边的维吾尔人接触后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进行了很多次关于维吾尔人的演讲。许多年轻人都告诉自己，开始意识到在购买衣服时都会注意服装的产地，关注商品与道德、环境之间的关联。根据海外维权网12日消息，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致信习近平，要求中国执行禁止酷刑公约。公开信说，中国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最新缔约国报告的截止日期是2019年12月9日，现在已经过去近3年。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和世界各国的人权捍卫者书写此信，要求中国立即提交上述报告。公开信指出，这种不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的做法，意味着中国正在试图逃避其境内保护人权的责任。这一指控可以得到无数证词的佐证，例如对东突厥惨的维吾尔人、西藏和汉人的非法和审前的拘留设施，警察和安全机构被给予了剥夺政治犯基本人权的无法无天的非法权利。公开信说，许多政治犯，包括人权捍卫者，继续死于中国警察和国家安全人员的酷刑和虐待。在公开信上署名的人权组织包括禁止酷刑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维吾尔人权项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中国人权捍卫者、中国人权和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等。中共20大召开在即，北京采取了空前的维稳措施，但闹市仍然出现了罕见的示威横幅标语，而且矛头指向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根据网民上传的社交媒体照片，13日，也就是今天上午，在北京北三环四通桥上，有人挂上了一副巨大横幅，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隶做公民”，而右边横幅则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图片上还显示桥面上冒着黑烟，之后有公安车到场处理，桥下皆有北京市民围观。目前无法证实何人挂上的横幅，以及为何桥上冒出了黑烟。上海传出居民用水匮乏的消息，市民恐慌连夜囤水，上海当局连忙辟谣，但因为公信力丧尽，公民并不买账。10日网传上海内部消息指，上海3大水库水源枯竭，工业用水无法保障，民用自来水水质也因海水倒灌严重超标，当局每天派船只到江苏运水应急。消息传出后，上海市民连夜开始抢购囤水，以防万一。网传视频显示，许多人骑自行车到超市抢购矿泉水、纯净水，有的超市1个小时内所有库存被抢光。中共极端防疫令民众不堪重负。日前，中共喉舌媒体接连发文力挺动态清零，上海招聘数百名防疫专岗人员，合同期为2年。被认为严苛防疫策略还未见尽头，许多网民表示对中国已绝望。中共“一带一路”在海外遇到瓶颈，参与项目的借款国无力还贷问题越来越突出，推动基建的关键开发商也因为自身债务和经济风险飙升，面临巨大的营运压力。
2013年以来，中共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撒币1万亿美元，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对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开发就被视为是中共债务陷阱外交的典型代表。2017年，斯里兰卡政府就因无法按期偿还贷款，被迫把该港的使用权拱手让给了中共。今年7月，政府便是宣布国家破产，民众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已经陷入减速困境。